大暑，暑氣極盛，炎夏巔峰。各位，喺小暑之後第15日，我哋迎嚟夏季嘅最後一個節氣大暑。佢通常喺每年7月22日至24日之間嚟到，係一年中最炎熱嘅時刻，亦都係夏季嘅巔峰。咩係大暑呢？大係極致嘅意思。古人話：大暑，乃炎熱之極也。呢個時候，太陽就好似一個巨大嘅火爐，氣溫達到全年最高。民間諺語話：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，形容此時天地之間熱到好似一個巨大嘅蒸籠，悶熱難耐，連呼吸都覺得黏膩。雖然係咁，大暑嘅熱並非毫無意義，佢對農作物極為重要。民間流傳：大暑熱不透，大熱在秋後。即係話，如果大暑唔夠熱，反而會影響作物嘅成熟，甚至將炎熱推遲到秋天，造成秋老虎嘅後患。正所謂大暑無酷熱，五穀多不結，適度嘅高溫係豐收嘅保證。古人將大暑分為3候：一候腐草為營，螢火蟲從腐敗嘅草叢中孵化而出，喺夏夜裏點點飛舞。古人誤以為呢啲螢火蟲係由腐草變成嘅。二候土潤玉暑，土壤濕潤，空氣悶熱潮濕，就好似置身於蒸籠之中。三候大雨時行，雷陣雨不時傾盆而下，緩解酷熱，亦都為農作物補充水分。呢3候描繪咗大暑時節嘅極端天氣：高溫、潮濕、驟雨交錯出現。大暑嘅習俗充滿咗生活智慧。三伏天期間，人們會用金銀花、甘草等中草藥熬煮伏茶，有清熱解暑、祛濕健脾嘅功效。另外，喺大暑時節，荔枝正值當造，果肉晶瑩剔透，清甜多汁。人們相信此時進食荔枝能夠補充體力，驅散暑氣，更添一份炎夏中嘅口腹之樂。對農民而言，大暑係農作物生長嘅關鍵期，水稻正處於秋穗開花階段，需要充足嘅陽光同水分。農諺話：大暑不澆地，秋後沒飯吃，此時灌溉尤為重要。大暑教我哋，萬事萬物都有其極致，炎熱到咗極點，接下來就係轉涼嘅開始。喺最熱嘅季節裏，讓我哋學會忍耐與等待，迎接將要到來嘅秋涼。